好愛！兩個傳奇綜合格鬥英雌，柔道女王 Ronda Rousey 同初代綜合格鬥女神 Gina Carano 望穿秋水，終於鐵定於美國時間5月16日喺 LA Intuit Dome 嘅八角籠入邊一較高下，同步喺 Netflix 做全球直播。呢兩位大姐大嘅傳奇對決，我哋打邊爐點可以唔講啊？無謂講咁多，過完個 intro 立即開波。比賽正式開始。大家好，打邊爐嘅時間。呢場遲嚟嘅女子頂上對決，本來應該10年前就喺 UFC 進行咗㗎啦。時間推前到2015年嗰陣，當打嘅 Ronda Rousey 仲係 UFC 無敗女王，而 Gina Carano 就已經喺八角籠退咗落嚟，主戰大銀幕啦。話說當年白老闆同拍檔有次親自去揾 Gina Carano 共進晚餐，仲開出美金100萬拳酬，諗住促成 Gina 同 Ronda 嘅女子 MMA 重磅大戰啦。Gina 當年就唔係拒絕嘅，只係當時已經喺荷里活揾真銀嘅佢，表示需要6個月時間備戰，一來係要短暫離開荷里活，更重要嘅係認真咁樣揾翻間拳館同埋組織翻個教練團隊，備戰充足之下，先至夠膽挑戰當年如日中天嘅 Ronda。點知白老闆當年就太過心急，約都未簽就到處爆響口，話 Gina 會打 Ronda。結果逼得靚女太緊之下 ，Gina 就嬲嬲地唔打，醒咗個大檸檬俾白老闆食啦。估唔到10年之後，呢場傳奇賽事竟然重啟成功。不過搞手就唔係白老闆，而係網紅拳王 Jake Paul 有份嘅 Most Valuable Promotion 啫。果然，我係靚啊，溝女嚟計2個字嘅啫，靚仔。嗱，講笑㗎咋？因為根據 Gina 嘅說法，真正促成呢場比賽嘅關鍵係 Ronda 真誠咁樣揾咗 Gina 傾咗一轉。Ronda 話如果冇 Gina 打開呢條女子綜合格鬥之路， Ronda 自己都未必有佢光輝嘅 MMA 生涯。所以 Ronda 真心想同 Gina 打返一場，亦都係對 Gina 呢位大前輩嘅最大敬意。仲話如今能夠令 Ronda Rousey 呢個初代 UFC 格鬥天后走返入去八角籠，就只有 Gina Carano 呢個初代女子 MMA 女神先叫得喐佢。哇！咁大頂高帽連環笠落嚟 ，Gina 點唔同你打啊？有關兩位大姐大嘅來頭有幾架勢，各位師兄師姐就要揾返我哋格鬥王者動漫遊嗰集嚟睇啦。簡單啲講，以啱巴聞名天下，又係2008年北京奧運女子柔道銅牌得主嘅 Ronda Rousey 係持 UFC 女子 Bantamweight 冠軍，自2013年登陸 UFC 就未輸過。基本上 Ronda 嘅打法就係行埋去對手度，達人落地下，跟手唔係 ground and pound 就係啱巴收工。直到 Holly Holm 同 Amanda Nunes 嘅出現，兩人先後一拳一腳先夾手夾腳踢咗 Ronda 落神壇。然後 Ronda 2016年就退役走去打摔角啦。另一邊廂，泰拳出身嘅 Gina Carano 職業 MMA 戰績7勝1負，冇打過 UFC 嘅佢，主要活躍於 Elite XC 同 Strikeforce 呢兩個搏擊聯盟度嘅。巔峰時期嘅 Gina 出拳起膝都又準又重，啲拳好似電鑽咁轉入對手度，只係地戰就真係明顯弱咗啲啲嘅。可惜 Gina 自從2009年俾 Chris Cyborg 第一回合最後幾秒 TKO 咗，迎嚟首敗之後，就正式退役去荷里活揾真銀啦。而兩位大姐大都有個共通點㗎，就係兩個當紅時期都幫 ESPN 拍過一輯性感封面，睇到人血脈沸騰，咁點會唔紅啊？家陣大家明白點解我哋呢班老司機聽到兩大女神終於出戰就興奮到咁樣呢？講返場賽事，今次女神大戰磅數就定咗喺上限145磅嘅 Featherweight。39歲嘅 Ronda 之前打 MMA 就打開135磅嘅 Bantamweight 嘅，雖然10年冇打過拳，不過佢都係啱啱喺2025年9月宣布退出摔角界，要 keep 翻個磅喺145磅以下，應該就唔太難嘅。
但係反觀43歲嘅 Gina， 自2009年就步出八角籠嘅佢，可能新陳代謝真係慢咗啲啦。近年身形又真係豐滿咗唔少，路邊社估計佢家陣嘅體重分鐘去到160磅㗎。不過離比賽都仲有大約2個幾月，照計都仲夠時間俾佢減嘅，係啲拳腳功夫仲有冇全盛時期咁耍家，有冇轟得咁準咁狠啫？地獄式死亡特訓，聽日正式前來。阿銀，我哋走。正當一眾拳迷熱切期待之際，似乎有啲圈內人士就唔係咁諗啦。先講 UFC 現役 Middleweight 選手 Sean Strickland 呢位重量級重炮手，近期係撈多飯開埋嘴炮。對於呢場傳奇對決 ，Strickland 就話兩位中年阿姐都就嚟更年期，仲出嚟打，邊有人睇啊？得啦，大哥，知道35歲嘅你啱啱喺 Houston 嗰度贏咗場 Fight Night， 搞掂咗8連勝嘅 Anthony Hernandez 巴閉啦，你排隊去打狼王啦吓！另一個發炮嘅就係當年轟咗 Gina 落神壇嘅 Chris Cyborg， 現年40歲，家陣喺 PFL 坐到正一正女子 Featherweight 冠軍嘅 Cyborg 大姐，就喺社交平台發文，炮轟 Ronda 當年喺佢最高峰嘅時期就避開佢，唔敢升榜上 Featherweight 同佢打。家陣10年之後突然又話想打啦，但係就先揾翻 Gina 嚟打。Ronda， 你係咪俾人打壞咗個腦啊？個人嚟講，雖然呢場大戰係遲咗10年先出現，唔通有得睇都唔睇咩？小弟睇 MMA 嘅日子就唔算好長，啱啱入坑嗰陣，正正就係 Ronda Rousey 橫掃 UFC 女子 Bantamweight 嗰個年代，得嚟知道原來仲有個初代女神 Gina Carano。點都想睇下兩個傳奇人物喺現實世界打翻場，場面會係幾咁翻天覆地㗎？哪怕兩位大姐家陣時都巔峰已過啊，唔通真係留翻俾 AI 生成影片做沙盤推演，定係留翻喺電玩上面扮演佢哋嚟打啊？至於 Chris Cyborg 嘅講法，我明白 Cyborg 巔峰時期冇咗場 Money Fight 係激氣嘅 ，Ronda 當年點諗真係只有佢自己先知啦。但係最終搞唔成，我覺得同當年 UFC 過度保護 Ronda 嘅關係會大啲啫。須知道當年 Ronda 行出嚟就等同將人肉 UFC 卡片咁樣冇分別嘅，冇乜必要，聯盟都唔係太想揾呢個生招牌嚟搏。再加上當年 Cyborg 打 Featherweight 都已經係叫打低1個量級，咁到真正上擂台嗰陣，肌肉密度咁高嘅 Cyborg 到底有幾重先？仲叫 Ronda 升榜上去打，要幾大勇氣先得啊？難做嘅嘢又冇做啊！不過難做嘅嘢點都有人做嘅，結果 Chris Cyborg 未俾升榜上去 Featherweight 嘅獅子乸 Amanda Nunes 第一回合 KO 咗，成就咗獅子乸做咗個跨量級女子冠軍咯。各位師兄師姐又點睇呢場遲嚟嘅女子頂上對決啊？留言傾下偈啦！今集嘅打邊爐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各位師兄師姐同我哋一齊打撈打咗咁耐啊！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打邊爐嘅 YouTube channel， 剔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哋啦。有你哋嘅支持，個爐先可以保持熱度打落去。密切留意打邊爐頻道，我哋下次見。